为了要防范中国的间谍，国防部有建立接触机密资格认证的机制，会依照派去做机密的工作内容，或者是接触机密的等级范围来进行查核，每3档定期办理。因为美国华府智库是指出，中国透过法律战、经济胁迫等等军事以外手段，伫咧对台湾施压，而且伫明年地方选举进前是会愈加强施压，进一步来干涉2028年的总统大选。近年来一直发生强谍案，被起诉人内底现役退役军人占6成，为防止中共继续渗透，国防部建立专员，接触机密资格认证机制，伊派任机密职务也是涉密等级的范围，演绎国军涉密人员安全调查计划，原则上每3年定期办理。原则上是3年，但如果他揭秘的这个等级提升，或者有职务异动等等的这些状况的时候呢，我们还要再进行查核。国防部说明会依照绝对机密及机密，也个密接等级实施无同深度查核。上严格是会伫7年内继续深度查核。查核项目包含是毋是牵涉品德甲违纪犯法者不良的记录，并且函请相关部会就载税互证甲警管者协助来调查，审查官兵是毋是有接触机密的规案顾虑。结果会建立档案放伫国军电子兵资的系统，将最优秀人士派置的参考依据。不再以你的官职等来区分，而是以这个揭秘的情形，我想这样可以更机动、弹性、有效的应对这种就是揭秘人员的查核需要。另外，华府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上新报告是探讨中共经由法律战、经济来胁迫这非军事手段对台湾施加压力，想要一步一步对台湾进行政治控制，并且分析在咱国2026年地方选举进前，中共继续加强相关的施加压力，并且对这场选举内底有伴中共安怎干污染2028总统大选。这篇报告他提到另外一个重点，当然就是他认为北京目前有可能触统重于反独，认为说目前习近平的企图有可能有加快的一个方向。学者指出，伊有2027年是解放军建军100周年，也个是军兵有可能伫中共21代争取第4任连任的时间点。虽然有期的是这2-3年，中共对台湾的文攻武吓，敢来增加未减少。记者宋华报道。